話呢個混血肥仔好想去洗白喎，好想去重出江湖喎。網紅曾達恩啊，過去一年都飽受指責啦，話佢拋妻棄子又偷搭丁丁，最近更加傳出家暴事件，所以佢就喺17號晚發出一條10分鐘嘅交代一切嘅澄清影片，純粹正面回應過去一切嘅指責、一切嘅傳聞。佢並有交代佢版本嘅時間線，亦都攞咗一啲兩個人嘅分居協議書同埋法庭判詞嘅法律文件，好想強調自己啊冇打女人啊，好想為自己出軌、為自己嘅家暴、為自己冇撫養仔女同埋品格呢4個指控方面去洗白。但呢個原本都話交代一切嘅片段，其實變成咗一個公關災難。唔單止冇幫到佢重出江湖，更加成為咗千夫所指嘅公關災難。今日就等巴達偉同你拆解佢呢一段嘅交代一切片段入邊，用咗啲咩嘅語言藝術同埋公關套路，令到大家網民都唔再信佢，令到佢嘅人氣進一步下滑。首先，揾佢肥仔好叻咁去工具性去敘事，佢用一啲好精準嘅詞語，但唔係去描述事實，而好叻咁去避開咗道德上面嘅灰色地帶。例如，佢話：雙方口頭同意分居之後，各自生活。佢了解其他對象係喺分居之後先至唔算出軌。佢都好重複咁啊去 show 佢嘅分居協議書，係喺2024年嘅2月入邊。佢仲話前妻簽為止啊，都對協議有唔同嘅解讀啊。咁但係佢呢個藝術嘅手法，其實就係重新定義咗出軌為一個法律嘅意義。即係佢講到冇犯法就唔係出軌啦。咁但係佢忽略咗佢情感背叛嘅時間線。即係坦白地講，分居前佢有冇已經傾心先？未同簽為止分居係咪已經去追緊丁丁先？咁當然聰明嘅網民之前睇過嘅 IG 已經知道，好明顯佢係講緊大話啦。一邊同緊老婆慶祝節日，另一邊已經喺度追緊丁丁。咁所以佢其實係喺度責任轉嫁，佢將個問題推落去簽為止有唔同嘅解讀，係簽為止對個分居協議解讀落差。我係受害者，佢好想咁樣表達，但其實 sorry，我哋大家都踢爆咗呢個語言藝術啊！大家都覺得喂，分居唔係就代表你有自由戀愛嘅喎，分居你唔係應該去嘗試去挽救段婚姻嘅咩？分居唔係離婚喎，咁都唔叫出軌，唔好混淆視聽啦。同埋個協議到底係口頭定書面？點解前妻又覺得佢係偷食慣犯？佢有冇諗過？所以唔好單純講呢張白字黑字就話自己冇出軌，網民其實都睇得一清二楚。第二個語言藝術就係衝突淡化術，佢嘗試去淡化佢嘅家暴啊！佢話嗱，我冇絕對冇拳打腳踢㗎，我只係手指篤下啫嘛，我手指篤下佢個膊頭，互相推撞下咋。嗱，佢話法庭都冇判到我 domestic abuse 㗎，
所以我咪品格良好嘅人咯。跟住佢梳埋個判詞出嚟，強調英國法例必定係包括輕微推撞嘅，所以佢話我係有推撞，不過冇家暴喎。咁呢個其實咪就係一啲技術性嘅辯護咯。推撞督佢就用英國法例嚟講，嗱，唔係家暴嚟㗎。跟住又嘗試我重申去重複否認，將個焦點轉移咗去法庭上面嘅品格良好評語度，俾咗前妻好深嘅傷害嘅主觀感受。推撞督係咪就唔叫家暴？可能就算唔叫家暴，一個真係品格良好嘅老公係咪應該咁樣去對老婆？相信心水清嘅觀眾都知道，佢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語言藝術。仲有就係佢將佢嘅品格去嘗試抬舉啊！佢撫養權上面佢又講啦，喂，家事法庭係判 share care，即係五撫養啊！人哋就五埋單，佢就話喂，撫養係五撫養㗎嘛，share care 係大家一齊養㗎。佢話如果真家暴啊，都唔會俾我一半嘅時間啦，證明我對仔女好負責任㗎。問題就係啦，佢忽略咗刑事定罪嘅記錄對品格嘅影響。佢呢啲經典嘅證據轟炸，去嘗試去拎文件嚟呃觀眾，但佢其實根本就冇解釋到佢前妻點解去為咗保護自己而離婚。網民嘅反應亦都批評撫養權係家事去獨立審，但唔等於冇家暴罪。家暴係一件事，撫養權係另一件事。咁呢啲講願意俾佢叫做撫養仔女，唔代表佢冇家暴過老婆。佢只不過係用佢嘅仔女嚟做擋箭牌。所以佢其實整體嘅悔言都係充滿咗缺失嘅。佢嘅藝術手法就係全程用哎呀，我冇啊，我唔同意啊，我以為啊呢一類嘅第一人稱嘅防守詞，但佢從來冇講過對唔住，我錯啦，我傷害咗佢。佢係完全冇講過呢啲説話。當然，大家如果有睇段片都知道佢係揸住張紙嚟讀，一定係問過法律顧問。但結果呢段嘅所謂澄清嘅文章，聽落好似好誠懇，但係其實毫無情感共鳴，一種冷冰冰嘅感覺。即係要做嘅，其實佢應該係行出嚟話：我承認我錯啦，我真係傷害咗你啦，至為止，對唔住啊，sorry 啊，好後悔。但佢係完全錯晒。而且佢呢條片唔單止係語言嘅問題，公關策略都係簡直負數啊！唔單止零雞蛋係負數。首先，佢出片嘅時機完全錯晒。佢其實出片前已經沉寂咗1年㗎啦。佢本身都係想等個風頭過，咪出嚟交代咯。但網民其實都心水清，佢話你而家先講，咁係咪等簽為止個傷口愈合先嚟踩一腳啊？即係咁威嘅，係咁正義凜然嘅，係咁坦蕩蕩嘅。當年一早出嚟講啦，就唔係隔咗成年先出嚟講。事實上，一啲高明嘅公關原則，其實應該喺危機嘅頭12小時啊，即係唔係等1日啊，係要頭半日都已經去解決。遲咗就已經等於心虛，等於冇誠意。佢仲要遲咗，唔係1日，唔係1個禮拜，唔係1個月，係遲咗成年啊！大佬，即係成年有幾有誠意呢？第二，佢都不停去用文件轟炸，
但文件轟炸，sorry，文件轟炸唔代表有說服力㗎。佢係咁 show 呢樣嗰樣嘅文件，show 協議書啊、判詞啊、WhatsApp 啊，冚唪唥嗰啲文件咧模糊啊，冇全頁，時間點亦都唔係好清楚。所以心水清嘅網民都識得講：喂，有冇拎住半張證明自己清白啊？拎住嗰半張嘢，其實等於冇證明嘅咋。公關嘅高手就知道啦。喂，證據梗係要簡單易明，而唔係喺度賣關子啊！唔好當網民傻仔識㗎。同埋佢都將個受害者嘗試轉移啊！佢竟然將自己定位為喂被抹黑啊，被資深人士攻擊啊，仲話哎呀過去一年好辛苦，想賣慘，大佬唔好玩啊！你出軌啊！之前仲俾人喺越南撞到佢同丁丁喺度開心行街啊！唔好玩啊！即係其實佢應該係出嚟道歉，道歉賣衰仔，話我錯，都仲能夠挽救佢嘅形象少少。但係佢想調轉槍頭，想話千位之衰人，我係受害者，咁呢個完全係錯晒嘅定位。而且佢成條片都係過度排練啊，有揸稿啦，跟住然後嗰啲停頓位啊、語調啊、語速啊、表情啊、眼神啊、鼻音都好明顯係嘗試過去反覆排練。咁但係呢種排練感就令到觀眾更加覺得佢冇誠意、唔坦誠。佢原本以為呢條片可以幫佢力挽狂瀾，甚至乎可以將自己由加害者變為被害者，但係好明顯打錯算盤，公關策略完全錯晒，大家完全識破佢嘅語言藝術，所以可以話成條片係徹徹底底咁失敗。想翻身，相信都好難啊！想再做幕前，相信難過登天。聰明嘅網民，有良心嘅網民，你又信唔信揾條肥仔？你又仲會唔會俾機會揾條肥仔再做幕前重出江湖？